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5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沪指全天是窄幅震荡截至收盘呢，沪指跌0.02%，深成指跌0.26%，创业板跌0.31%。但是就这个微幅小幅震荡，也让这个金融消费者非常不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市场热点非常杂乱，个股是跌多涨少，全市场3400只个股是下跌的，尤其是前期一些那个什么强势股都在回调。最主要的是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只有1.01万亿比昨天就多了100亿。昨天是9980多亿，今天又回到了1万亿以上，但是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3300点的时候这个量是一步一步的在萎缩。老股民都知道这在酝酿变盘你说它是往上变还是往下变，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要说它往下变，那很多人听了就不舒服，要说你唱空；我要说它往上变，那很多人心里就舒服一点。大部分人已经被严重套牢就像这个低保老人一样叫欲罢不能除了加仓别无选择。我们看看这个还有人炒股把自己炒进去了，登缝纫机去了。这个法制网报道说男子造谣上市公司被行政拘留，这个也真是离了大旗说近日正值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之际，网上一则帖子内容却引发轩然大波，企业立马报警警方立即展开调查。随着警方的调查真相浮出水面，26岁的男子吴某最终被处以行政拘留。你说炒个股把自己炒进去登缝纫机去了。今年3月12日，福建厦门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当天下午，某网民发布一条不实信息，恶意捏造该公司当日股东大会有关银行授信及担保重大议案未获通过的虚假内容。该谣言发布后迅速在网上发酵，引起股民热议，并引发连锁反应，影响上市公司及市场正常秩序。这个我很有发言权一般的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因为这个他现场投票那很快就结束了，他一般1点半开或者2点开，一般的为什么要2点开呢？因为它分线上和线下部分，线下部分就在那个公司的大会议室，或者是找个酒店总之找个地方，把那些外地来的股民投资者这个验明正身进场，然后这个见证律师进场，然后就开始一项一项的投票。但是线上部分呢，它必须要等到3点，就股市交易结束了，那投票就算截止了。你3点以后投票就不行了，对吧？所以你要统计票数，必须等到3点结束，然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计票这个现场有律师见证要找唱票的、计票的，完了之后还要联系那个中登公司要你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东到底多少名等等这些数据搞齐了之后，一般的3点半、4点这个投票结果才会出来，然后见证律师发一个这个法律文件、法律文书，然后在参会的这些董事董监高签字，然后再要向这个投资者要在这个指定的媒体上要披露，马上就要发公告，一般是这么个程序。也就是说真正的投票结果那一定是要等到3点以后的。但是大家也知道也很多这个大股东一般都是现场投票，就大股东投票通过了，一般的议案就通过了；大股东投反对票，那议案就通不过。所以大家心里有数就是你聪明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谣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议案本身就是大股东提的，大股东能自己把这议案给否决了吗？不可能的。线上这个投票这人多的票非常少线上那些散户能有几个人呢？对吧？他实际上那些多少票呢？大股东动不动就是30%的股份他一通过基本上就通过了。所以说他还在3点的时候他就散布说什么这个银行授信担保重大议案。这个授信指什么意思？就是银行同意给你这家上市公司这个贷款额度，对吧？授信额度增加10个亿或者5个亿，就同意给你贷款。但是这个小伙子不走正道他恐怕是不知道出什么目的是他就捏造了这个谣言，在网上一发，那这就是一个利空这个厦门公安局是翔安分局立即展开调查，并迅速锁定违法嫌疑人。他就这个非常简单，就是你以为你躲在那个电脑后面
别人就不知道你是吗？那通过 IP 马上就锁定啊，因为现在都是实名啊，上网分分钟就把他找到了。据办案民警介绍，经查，该网名吴某，今年26岁，从事 IT 行业。吴某故意编造、散布网络谣言信息，损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公共秩序，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教训是惨痛的啊！你说图什么呢？北京商报啊刊登一篇文章，说打击股市小作文需要多方合力。说近期啊，国家网信办会同金融管理部门依法处置一批散布资本市场不实信息、开展非法荐股、炒作虚拟货币交易等账号，对于净化交易环境、构建和谐市场很有好处。打击股市小作文需要多方合力，除从严监管之外，还需要上市公司及时信批，同时投资者也需要擦亮双眼，不能人云亦云呐。我倒是觉得这个投资者要擦亮双眼，要自己带着脑子去判断，要牢记啊，连你都知道的所谓的利好，那还能叫利好吗？说白了，就不要跟着这些小道消息去做决策。北京商报他认为啊，上市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是打击小作文的关键啊。这个上市公司应增强信息披露的主动性和透明度。打击股市小作文乱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监管部门、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三方共同努力。监管部门要严格执法，为市场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环境。就这一条就很难做到了，有很多小作文啊，监管部门恐怕也鞭长莫及啊，对吧？路边社小作文、彭博社小作文，你说你怎么管？很尴尬。更尴尬的是，这些小作文很多事后验证它又是真的，那不就更尴尬了吗？上市公司你好处理，对吧？股民你也好抓，对吧？那谁把信息给了路边社，敢不敢查一查？我们再看看券商啊怎么看待胡适啊？这个中信证券说啊，中国权益资产正迎来年度级别牛，展望未来一年，中国权益资产正迎来年度级别牛市。从2025年4季度开始啊，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和政策周期上预计再次同步，财政和货币同时扩张，港股和 A 股市场将迎来指数牛市啊！人家可说的明明白白啊，叫指数牛市，也就是指数也可能要涨啊，但是你赚不赚钱那另外一回事啊，你不要赖上这个中信证券啊，说风格上也会发生2021年以来重大切换，从持续4年的中小票题材轮动转向核心资产趋势性行情。它还有配置上的建议啊，什么聚焦3个长期趋势，什么进一步提升港股配置，回归核心资产，聚焦新兴行业以及传统行业的龙头公司。最后他说时间啊择时，什么叫择时啊？就什么时候入市？3季度末到4季度可能是指数牛市的关键入局时点，也就是让你3季度啊末4季度初那个时候啊，这指数牛市就要开始了。既然是指数牛市，那你买指数这个基金不就完了吗？何苦要赌那些股票呢？对吧？哪只股票靠谱啊？你哪知道哪只股票要退市啊？如果你认为啊现在3300点很低，对吧？肯定能涨到4000点或者4300点，甚至4700点，还是说14000点？那我建议你啊，你就别赌那个股票了，你买银行股，银行股位置也太高了，高处不胜寒呢。你买那些垃圾股，你也不知道哪只要退市，所以你既然认为它要涨到5000点，那你就买那个指数基金，这指数基金的不会退市啊，没有风险。然后你嫌不过瘾的话，你加杠杆，对吧？借钱买。你不要小看3300涨到4000，这700点20%的涨幅，你如果加上，对吧？你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对吧？砸锅卖铁全扔进去，3300涨到4000点，这20%你可以赚100%啊，你赚200%，岂不快哉？既然你看好这个，比你赌那某一只股票也强得多，对吧？有上市公司它可能做假账啊。这里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今天很多媒体啊都聊了这叫年轻人投资，什么每日经济新闻啊、新闻周刊，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啊，这个说现在年轻人理财喜欢买3金，哪3金呢？好像是什么黄金基金还是什么，总之是3金。这个中国新闻周刊啊，它有篇报道说，投资者称高位买黄金把我害惨了。这个每日经济新闻它也刊登一篇文章，叫有人砸40万买黄金被套了。5月28日，现货黄金大幅震荡，重上3300美元每盎司后回落，国内金市价格普遍下跌，投资者情绪随之起伏。据新闻坊报道，新手黄金投资者李莫威啊，
称还有近40万元套在黄金投资里没有回本。最近半个月，他的积存金账户一度从盈利5万多元变成亏损3万多元。另有投资者表示，老是忍不住打开 APP 看黄金价格，情绪跟着金价起起落落，感觉有人都麻了。炒黄金啊，不是个好的选择。我在节目里面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宣传，黄金啊只能消费，对吧？你可以买一点金耳环，这个什么金戒指啊，金手镯戴一戴，但是你指着这个赚钱，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的啊。可以说你应该死了这条心，你不会赚钱的。你即便现在赚了一点点，那很快就要还回去，你的物不热，对吧？这个新闻周刊说高位买金把我害惨了，说李晨从去年3月黄金热行情启动时开始投资黄金也就是到现在正好一年多了，见证了黄金市场一步步走向大热的全过程。这期间他有过530元每克的时候买入，610元每克卖出，以及740元每克买入，790元每克卖出。你看看他曾经吃到肉了2笔收益还不错的黄金交易。而4月份金价连创新高的疯狂，吸引了众多高位入场或加仓的投资者。本来还在犹豫观望的李晨，眼瞅着4月20日以来黄金接连冲高，自己也跟着上头了。你看看他是从530块钱那个时候一克关注黄金开始买，对吧？赚钱就卖了，第二次又买，赚钱又卖了。按理来说这差不多了，你挣了钱，你是黄金投资市场里面的唯一的或者是为数不多的真正赚钱的人，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洗手不干了，骄傲的向，对吧，网友宣布我就是赚钱了。结果不，对吧？第3次杀进去。我们看媒体怎么说的说最后国际金价突破3500美元每盎司的消息推了他一把，李晨以840元每克的价格在某银行购入100克积存金产品，说本来期待在行情最热之时再次大赚一笔的李晨，却怎么也没想到高点加仓黄金可能成为他2025年以来最后悔的一个决定4月22号国际金价突破3500美元每盎司关口，沪金期货突破822元每克之后，便开始了焦灼的震荡期。5月7日金价开启下跌通道，5月12日、14日接连跳水，2日跌幅均超过2%。5月14日晚，现货黄金线下跌破3180元美元每盎司，创4月15日以来新低。说这意味着国际金价的回撤幅度一度超过了11%。当积存金金价每克从840元跌到750元，李晨一下子亏掉了1个月的工资。5月14日成为他自我怀疑的至暗时刻。重仓黄金之后，每天的心情都像玩跳楼机，高位买金真的把我害惨了。虽然近日金价有所反弹，但国际金价还在3300美元关口附近反复，李晨想要回本仍需等待。他这文章一大段在分析这未来黄金会怎么走，是涨还是跌。我觉得这个都多余黄金它未来也可能会涨。你说用10年15年的眼光来看的话，对吧？我觉得3300美元估计是挡不住的到5000到6000都有可能，这谁说的好呢？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不是也回到什么1000多2000。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就没有必要去参与这种琢磨不定的。刚才说了，你赌黄金涨到5000美元每盎司，那你还不如赌这个沪指会涨到5000点。未来有一天这个银行股这么拉，说保不齐要涨到4000点5000点，那你还不如你赌黄金5000美元一盎司，你还不如赌沪指，对吧？到5000点你买这个指数基金总之对这个咱们韭菜来说因为大部分人不会有太多的钱，对吧？你手上那点钱只够自己这个度过经济低迷。你如果略有存款那你已经是很厉害的人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负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梁杰他出版了一本书叫《表层的真理：当代经济学与社会》。他在他这本书里面他披露了一个数字，说只有13.4%的年轻人零负债。他这个数字是根据2019年这个数据报告他发布的，说显示有86.6%的年轻人在使用信贷产品，年轻人平均债务收入比是41.75%。也就是债务占收入的比例只有13.4%的年轻人是零负债。那这个是2019年的情况那你要经过，对吧，后面3年的口罩
还到现在零负债，就没有负债的年轻人还剩多少呢？是负债的是越来越多啊！也就是说啊，你真正的说你没有负债，你还有存款，这本来就少，对吧？你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存款这搞这也不着调的，没有必要，对吧？除非你说你有几百万，对吧？你说作为配置啊，对吧？我搞一点这个指数基金，我搞一点黄金，那叫配置，那叫分散风险，把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那不叫炒。这跟你坐在那儿，对吧？每天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这个地缘政治，关心什么算力，关心什么人工智能，关心各种新概念，关心各种利好，然后坐在那儿，对吧？就通过你啊，早上买入，晚上卖出啊，你就能发财，这是俩概念，那叫配置。说不好听一点的，很多人达不到配置这个词儿这种标准啊，所以说啊，我是苦口婆心的劝，对吧？把你的存款，把你这个好不容易啊从牙缝里面省下来的那点现金啊，给它保住。你不能跟胡锡进老师比啊！最后再说两句，胡锡进老师啊，最近啊，这个印度啊突然宣布啊，他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第4大经济体吧。这个引起了胡锡进老师的不快。胡锡进老师对此啊，这个是冷嘲热讽啊。总之认为印度啊，成为第4大经济体不靠谱，这个不值得相信。就这意思啊。这个让我想起了啊，这个前2天啊，地保老人，他在那个召开俄罗斯那个什么企业家座谈会的时候啊，他要骄傲的啊，自豪的宣布，按照购买力算呢，俄罗斯对吧，已经成为第4大经济体。那为什么胡锡进老师对俄罗斯成为第4大经济体好像深信不疑呢？或者也没有表示什么啊，怀疑、质疑，似乎是欣然接受啊。那么印度成为第4大经济体，他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怎么着都看不过去呢，对吧？俄罗斯是购买力啊，全世界排第4，你不知道他是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真正的自卖自夸。为什么呢？因为他那购买力不管多高，他买不到东西啊，他想买波音飞机的配件，他买不到啊。这个你就退一步说吧，这俄罗斯跟印度那顶多是半斤八两嘛，对吧？俄罗斯呢强劲的购买力，他也只能买点这个印度香料啊，买点印度神油啊，他还能买什么呢？或者买大国的尿不湿，买点大国的卫生纸啊，这就是他强劲的购买力。反过来说啊，印度完全有可能啊，什么成为第4大经济体？为什么呢？这里面还有俄罗斯的功劳啊。俄罗斯的石油啊，大概是40%卖给了印度，但是印度他没钱付啊，他付的是卢比啊。这俄罗斯人拿着卢比干什么呢？花不了，他只能买啊印度的这些香料啊，买印度的电子产品呢，那印度也不卖，说这个违反了啊这个美国、欧盟的这个禁运，他会受到制裁。那俄罗斯人拿了一把这个卢比买什么呢？只好买印度的国债，对吧？投资印度修桥修路。也简单点说啊，就是俄罗斯啊自己勒紧裤腰带啊，开采石油来资助印度的发展。这印度人把那个石油拉回去之后啊，自己再加工，又反手卖到欧洲去了，卖到欧洲拿回来的是欧元呐、美金呐，你想想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印度啊，对吧？他如果是真的排名第4啊，那这个军功章上有普京的一份功劳啊。显然胡锡进老师啊对印度啊取得任何成绩那都是不爽的，潜意识里啊就是胡锡进老师把印度啊已经当做了竞争对手，而且是强有力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